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定咧讲台湾话对一笑甲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敢若七音尔，剩的拢两音，有分汉文音甲白话音。你像讲台湾话一句话，讲我做杯，哇，你安尼吼，杯安尼，即个杯。汉文音或者啥？汉文音或者飞，唔只有迄个成语，讲飞天挂角，这就表示轻功介好啦。聊天顶轻功好，咱讲飞天挂角一个起，大虾绕三槽，角啊雕子四五支，就是用轻功去到人的厝顶，要对厝顶稳落去人天棚，飞天挂角，台语特别才有的成语。啊，飞天这汉文音，正汉文音。你若换讲白话咧，共这两字，飞天白话或者啥，朋友你来读看卖。啊对啦，啊飞天白话就叫做飞天，毋则另外一句，原来咧讲轻功好，讲叫做飞天转地。啊，搁正定定咧招你研究，台湾话的成语有当着啊，甲华语拢差一字尔。你若华语的成语咧讲即句词，爱讲飞天遁地，毋过台湾人无讲遁啦，咱讲转啦。转落土骹底啦，亲像溏心饭内底土行笋共款，安尼叫做飞天转地。有诶飞天，有诶转地。这毋能干那伫咧讲轻功好，这嘛是咧表示讲，即个人介够棍、介够亮、介够重头壳，啥物步伊都想会出来，安尼叫做飞天转地。啊，总是聊天顶轻功好，伊嘛毋敢对警察局入去呢，因为咱知影呢，你若着人的卖方吼，要出来难脱逃，机会就真艰难。毋则讲有另外一句话成语，咱现代人讲叫做飞蛾扑火，对，迄叶吼对火飞入去，毋过国情去变。台日大词典、日本时代词典内底有同款即个意思，另外一句成语，原来用白话讲叫做飞。飞蛾扑火就是古早人咧讲的，讲叫做虫飞入火。哦，即句真白，虫飞入火，啊，就家己吼要找死的啦。讲较歹听的就是安尼，毋则聊天顶嘛毋敢入去告人警察局，毋敢着人的埋伏，无真正的虫飞入火。啊，讲到聊天顶，咱就知影。练功夫爱拍基础，人讲未学拳爱先学腰，目的就是讲精来精去，有当着啊身体爱顾好。毋则另外一句话讲叫做未学行先学飞，咧坑人安那呢？坑人讲毋通基础还未在顺，就赶紧要做迄个三两人做四件代志，安尼介毋好。这拢总是飞甲飞，台湾话捌讲过一寡介趣味的俗语啦。